嗱，看到呢山洞心中里都有甜嘅心，熱切嘅煩惱都就係，但係呢，看到呢上帝嘅提能，做出呢一個安靜嘅見出嚟，那個詩篇記19條熱切讓人講到，天傳出上帝嘅光榮，呢一個天下一講出。上帝做嘅啟示，但係呢，因為上帝前年嘅主做出一天體，都按正加入這個人類都記錯嘅，所以這個人類啊，這個世界嘅喺度啊，這個都係認識這個嘅上帝，每日上帝呢，你係講這個係簽呢上帝嘅熱點，這個簽唔到，透過上帝嘅愛安排，佢係來世間。介紹出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在讓世界相信耶穌基督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都等於相信到造天造地嘅上帝。嗱，這個係信任嘅，係這個主，係個上帝。然後這個離開了世間，這個人站到上帝嘅身邊，才讓人這個係認識一個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一個係安排來了世間，來實實是這個說了這個從罪惡產道嘅方面，每人相信嘅一切嘅罪，俾佢下面係這個變義人，這個變獨立嘅人，從嘅罪惡，這個要得勝，離開了社會，也要天家何準，阿門。